Let's get the show. Feeling smile, feeling awesome. 有請非你莫屬二節目主持 Felix。 Hello，大聲啲。哇！哇！你都跳到幾勁喎！哇！哇！頭先就係你正喎，你出場好正係嘛？我出場咧不嬲都係咁樣嘅，唔會索氣嘅。你哋三條女咧，唞下氣先啦。我聽到啦呢度，呢啲叫 hyper。保重身體嚇。係第一件事，歡迎大家嚟到非你莫屬二家庭觀眾記住睇我哋啊，同埋睇呢三位靚女啦。好，第一位係邊位？ Isabel， 今日係七彩蝦條。唔方唔蝦條啊，係雪糕磚啊，差唔多。嗰啲咧有啲雪糕咪一層層咁樣嘅。啊，咁啊好啊，夠甜，夠甜？但係唔使食啦，唔使啊 ，OK。哦，OK，面啦。好，呢個位咧，我係 Pam， 又見面啦哋。Pam， 我覺得咧你好中意着 DV 嘅，係咪？而家嗰啲外籍女，因為咧冇嘢睇啊，所以就可以咁着。哦，冇嘢睇，冇嘢睇，咁樣你就 show 出嚟嘅？哦，喺晒後邊啊。喺晒後邊，後邊你哋慢慢嚟，慢慢諗啦，慢慢諗啦。好啦，呢位咧，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咧 Hello， 我係多多。喂，點解我要改一個名叫多多咧？其實你好中意好想貪心嘢嘅咩？因為我細細粒粒啦，乜都細啊嘛，少。通常嗰啲咧矮嗰啲係叫高妹啊。即係點啫？所以我少就叫多多啊嗰啲。即係話緊我。你係叫矮妹啊？咁好啦。咁我咧，我嗱好標準嘅，其實我樣嘢都標準嘅，即係。標咩準啫？着晒高踭鞋喺度呃我哋咯。冇呢件咁嘅事，冇呢件咁嘅事，冇咁嘅事。嚇，除咗係冇咁嘅事咧，我哋有咁嘅事喎。係喎。舊年我哋破晒紀錄啊！送晒好多禮物，豐富俾人嘅喎，你知唔知啊？知啊！嚇，你覺唔覺啊？我有睇。咁今次咧，非你莫屬二咧，係送咩嘢咧？我哋嚟睇下啦。本集節目獎品非常豐富，其中包括金夢基保濕霜體驗裝，總值港幣238000元；金歌麗化妝品國際有限公司精華體驗裝，總值人民幣20萬元；盈多撈麵，總值澳門幣50692元。Cortex Home Living 抱枕套裝系列總值港幣36000元。澳門躍馬車行送出Yamaha電單車一部，價值港幣3萬元。李錦記鮮味生抽及甜酸排骨醬總值港幣24000元。澳門金麗華酒店自助晚餐禮券總值澳門幣23625元。路環海天度假酒店自助晚餐禮券總值澳門幣23625元。Cortex Digital TV 康迪斯 4K 高清電視總值港幣23000元。X25 Bangkok Sukhumvit Hotel 送出酒店住宿總值港幣18000元。CD 化妝禮品套裝總值港幣15000元。UPP Golf 送出高爾夫球會籍總值港幣14000元。Sugar Mobile 智能手提電話總值港幣13000元。彩豐行面膜系列及身體護理產品總值13000元。Life Project 送出健身會籍總值超過港幣1萬元。泰國 Gift-Ring 洗衣液。中廣旅行社送出多套泰國及台灣高雄來回機票。10月初5餅家閒情3味禮盒裝，仲有金利豐海鮮火鍋飯店同澳門潮流生活百貨送出嘅現金券。哇！我死！OK，girls， 我想問下啦，你哋迷唔迷信㗎？我迷信㗎。迷信啊，係咪？係你我都迷信㗎，咩唔迷啊？好，你知唔知我都好 Q 迷信我㗎？先坐喺度啦。不如我哋快脆請一個人出嚟，就好啊講下我哋2020嘅運程啦，好唔好啊？請我哋嘅可愛嘅師傅，就係司徒法師。哇！係咪好可愛啊！
睇錯。哇！好啦，可愛又除咗可愛咧，你一講可愛咧，我係師傅嚟㗎嘛。我知啊，都可愛。嗱，除咗可愛咧，我仲要係請多一個出嚟嘅咯喎，係咪？聽講好靚仔嘅喎。靚仔係咪㗎？係咪咧？澳門係咪啊？我哋澳門公子嚟㗎係咪啊係啊？Prince of Macau 係喎。係啊，公子靚仔嚟㗎，就係我哋嘅古卓曼 Romano。哇！啊，呢個真係靚仔喎！呢個。 Hello，師傅你好，係，好啦，多啲啫，Hello，大家好。係咪好靚仔先？俾啲掌聲個靚仔。 Thank you。誒師傅啊，你知啦，請咗你嚟，梗係唔簡單嘅嘢嚟㗎啦。嗱，好簡單嘅啫。嗱，你知道咧，我 Romano 啦，同埋呢兩個美女啦，就係 Pam 同埋阿 Bell 啦。Bell，你真係唔記得佢名，我好緊張啊，因為我好想知道我哋2020嘅運程啊，即係可唔可以講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因為其實娛樂界啊，係咪？可能有啲好嘢同唔好嘢㗎嘛，係咪先？係咪？同埋家庭觀眾都想聽下我哋啲八卦新聞㗎嘛，係咪？你想講女仔先咧，又男仔先啊？誒，講你先啦，你有冇搞錯啊？講一路震係咪？ OK。你講，咁我望住你，咁你唔講，你屬乜嘢啊？我要講OK，我屬牛嘅。牛嘅，唔怪得死牛一邊嘅。嗱，屬牛嘅，係今年其實好㗎嚇，因為係會太歲啊。係會太歲係咩啊？咁啊聽個個以為咩？但係會太歲嚟講，即係話喺個天干地支裏頭有啲嘢都夾嘅，即係有啲嘢夾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諗吉星非常，嗰叫太陽星。你諗下太陽係咪萬物之源啊？冇咗佢唔掂啊！咁啊，即係話出年嚟講啊，有排你做死你啊！做死我？唔係，即係講錯咗，係非常之好，辛苦啲。有冇錢咧？我錢嘅咧，財色係嘛？財色就冇兼收啦，都唔使諗啊呢樣嘢。嗰個牛嚟講咧，嗰個星咧就係俾你揾錢嘅啫，做嘢嘅啫。好似你而家咁嘅星運咧，都會非常之好嘅。多謝。不過嚟講，如果你話講愛情運啊，各方面比較差啲咁多啦。愛情冇啊，因為好忙啊，冇人溝我，我到而家都係單身㗎。咁啊，繼續咯，橫掂你都係想佢又冇講過話。繼續。佢有佢咯，本來講我聽，我都打救你啊嘛，係咪？哦 ，OK，仲有冇？冇啦，講呢樣嘢夠啦，邊度夠時間都要咁。係啦。咪咯。嗱，呢度坐喺度一個咧，我已經話好靈氣逼人，已經我隔離呢個。係。呢個靚仔好多嘢講㗎啦。係。肯定喺佢都好多嘢講。係。佢係靚仔，幫我型仔啊！係，梗係啦。大家多謝。梗係啦。又啱到。嗱，師傅我係屬兔嘅，有冇啲咩幾句震下咧？屬兔嘅咧，今年咧有粒星叫紅鸞星喎。如果係女仔咧，就真係好到不得了，或者係嫁得。係啊，咁啊男仔咧就冇話嫁噶嘛。娶咯，娶啊準備本來可以娶嘅，不過嚟講咧，紅鸞亦都係代表你嘅星運喎。哦，啊代表咗咧，就好似你件衫咁嘅，即係會今年好紅嘅喎。唉，好啊。啊，好多機會咧，就好多人咧會幫你手。啊，咁啊呢啲貴人嚟到咧，冚唪唥都係異性嚟嘅。哦，好啊。異性之係咩啦？即係女仔啦。咁啊搞得好咧，唔係叫你搞得好，講錯咗，係即係意思咧處理得好。係。咁咧就係桃花運嚟嘅，對佢有幫助。係。星運啊，財運啊。唔好咧，就變咗桃花劫啊！呢樣嘢最緊要啦，即係事業運啊、人緣啊，乜都好。係啦，兔仔嚟諗下，嗰兩隻耳仔收風幾犀利啊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今年嚟講咧，幾似嚇，我有靈性係嘛？你夾硬話你似兔仔，呢個似兔仔，人哋係型男嚟㗎嘛，擺明啫。咁使唔使話有冇啲咩壞嘅星咧？我壞嘅星上嚟講咧，有一啲天危嘅星啊，即係嘅星咧，就係呢啲星。我呃人定俾人呃？唔係，係俾人呃啊！咁所以上嚟講咧，今年咧都會破財嘅。係。雖然話就因為你有太歲啊。係。咁橫掂破財，教你個方法咯。帶女朋友又好，帶老婆又啊，即係總之係帶自己中意嘅人啦，走去買多啲靚嘢、靚嘅手袋。嗱咁啊唔見錢啦，不過益下自己人啦嘛，係嘛？起碼都錫啖啊嘛。嗱呢個唔係淨係用佢啊，教嘅方法都係教埋你哋㗎。帶太太或者帶女朋友去買啲靚嘅嘢，唔貴唔買，咁咪實唔見錢咯。咁啊唔見咗益自己人啊嘛。
咁就係可以，即係冇乜大礙嘅都可以破嘅呢啲。咁啊，呢樣嘢上嚟攝咗個太歲就得啦。冇錯，啱啊，呢樣啱啊，啱啊，就乜跟住就乜都唔使理啦。唔係乜都唔使理，都要理攝咗咪唔使理咯。咁啊，攝太歲嚟講，其實一個係成功嘅努力加運氣噶嘛，係咪？當然啦。咁所以上嚟講咧，都要自己落力啲做嘅。咁啊，都係有一樣嘢你就最好今年去多啲喜事嘅嘢能夠上嚟講，如果結咗婚嘅朋友咧，假若係有喜事咧，一起講。呢樣嘢如果係準嘅咧，都得㗎，都得㗎。咁嚟講有喜事啊，肥媽都結3次啦，同一個老公，怕咩啊？真嘅，真事嚟㗎。呢個又真係一件事啦。咁啊有喜事一起啊擋3災。咁呢樣嘢你都聽到㗎啦，順便聽㗎啦。好啦好啦，輪到我好好奇啊，師傅。咩？屬虎啊！嗱，我阿媽咧今日都嚟咗，佢成日都話我嫁唔出啊。咁點算咧？喺上邊啊！係咯，係。今年要祭下佢啊！祭下佢啊！同佢祭下白虎啊！今年。係。咁點啊？你想問咩啊？問下運程啦，都係好簡單啫。個虎嚟講咧，喺個財運上嚟講咧，係有紫微嘅星喺度啊，即係啲吉嘅星。咁呢啲星上嚟講咧，就話係俾你去做嘢，同埋去工作上咧係話到權話到事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去做得到嘅咁啊，但係偏偏嚟講啊，嗰隻虎咧，今年上嚟講咧，因為我哋嘅天干地支對你有影響啦，所以就比較容易衝動啲咁多啦。衝動啲咧，啲咁多嘢個男朋友本來送層樓俾佢有成1000零尺，佢又話要2000幾尺咁你就自己揾自己嚟玩咁啊！阿媽記得提住佢啊！即係冇咁貪心，即係800都要咗佢。好，繼續我。我屬狗啊，師傅。屬狗。係啊，老公啊嚟咗啦，喺嗰邊點樣吸晒佢啲財咧就緊要啦咁你應該點樣講？因為狗嚟講咧個桃花今年都幾旺㗎喎。哇！你老公喺邊度？老公喺邊度啊？喺呢度。桃花，桃花。幾個對手嘅睇唔清楚。咁嚟講法咧，即係話唔好俾啲壓力佢啦嚇。咁桃花嚟講嘅即係意思即係話。你本身上嚟講咧，個人緣運各方面都 OK 嘅，都會有好嘅。咁你最緊要記住咧，今年喺東北嘅位置長期先生喺度聽就幫佢手，成日放一啲新鮮嘅花喺度。哇！放嘅數字一定要2、4、6、8。我已經好旺桃花，再放啲花好。咁就一樣嘢啦，就唔好同佢本來講俾佢聽咧，乜嘢花都放嘅。咁嗰啲玫瑰花唔好放啦，刺太多費事佢難搞俾我老公聽到嘛，唔好送玫瑰花啦。唔係唔送，係唔好插。唔好插。不如你講下話，我哋平均咧，即係 average，我哋有冇啲唔好嘅嘢咧？如果唔好嘅嘢咧，都係一樣譬如話今年上嚟講咧，喺呢個西位嘅位置嗰度咧，西位嘅位置，盡量上嚟講咧，你就唔好放啲會響嘅物件喺度。因為嚟講咧，呢幾樣嘢咧，尤其你哋係做娛樂界嘅咧。咁響咧有啲位置好嘅咧就冇問題，唔好嘅位置咧就好容易令到你哋會有一啲。電腦得唔得咧？如果電腦有 sense 都有響嘅嘢咧？電腦都係咯，都係算在內㗎。即係就音樂啲電腦你可以開音樂啊嘛，唔開音樂嗰度。OK。我覺得好似年來來去都係講西西南呢啲位，係咪就係呢啲位年都係唔好嘅咧？都唔係嘅，每一年嘅飛星放落去個位置嘅咁好似明年啦，啲東北呢啲咁位置咧個好位置。咁你又揾啲好嘅位置咧，尤其你哋做娛樂界或者做咩工作，咁你要睇個位置就放邊一啲嘢去旺自己。OK，師傅啦，我想問下啦，最後一條問題啦，就係話佢哋呢兩位咧係有少少外國血統㗎啦，咁我都係 mix 咧，咁有冇分別嘅咧？同呢啲相學嘅嘢？其實嚟講冇乜分別啦，你都係男仔就男仔啦，係咪？你係女仔係女仔啦。咁嚟講法咧，我就係講一個人嘅出生喺邊個。
好啦，嚟呢度個遊戲嘅環節啦嚇。Before 開始之前玩嗰陣時咧，我今日請咗我一個好有份量嘅特別嘉賓啦，就係山道士小姐 ，Thank you，歡迎。好啦。我叫你嚟臨咧，你知唔知點解咧？因為有個好犀利嘅師傅就係司徒法正嘅師傅，你係咪想問佢嘢啊？係咪？係啊，我今年個運氣好唔好啊？你今年運氣啊？咁啊，你生肖係乜嘢啊？我老鼠咯。啊老鼠，咦？同我一樣噃。係啊。哦，你我係老嘅老鼠嗱，佢咁樣。大隻啲係咪？我係老嘅，佢係嫩嘅，後生嘅。係。咁啊，今年上嚟講咧，其實幾好啊！吉星上嚟講咧，我哋有金櫃係代表錢銀嘅嘢，另外有將星。咁如果你話係做一啲政府嘅工作啊，咁呢啲人就真係好啦，會有官運行啦。咁啊，但係有劍鋒唔好嘅星係劍鋒。咁啊，劍鋒呢啲咧係即係話有驚有手術血光之災啊，或者受傷呢啲。所以過年嘅時間咧，就紅十字會咧就會歡迎我哋先去捐下血先。哦，OK。咁啊做呢幾樣嘢先咧，咁就冇事㗎啦。即係咁跟住咧，愛情咧你唔講咩？愛情，愛情啊！喺度講愛情點啊？今年上嚟講好平靜啊，你放心啦嚇。咁嚟講法就唔會話好特別嘅嘢㗎，好平平穩穩嘅。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哦，哇！多謝曬司徒法正，哇！O 唔 OK？OK 啊，係嘛？開心啊！好啦，我哋今集嘅遊戲叫咩名啊？滴滴波。滴滴波，參賽者同嘉賓主持一組，每組2人各有30秒時間，累計滴波數量最多嘅組別為之勝出，並進入終極環節幸運輪盤。好啦，即刻開始咯喎！好，開始啦！等我介紹我今日嘅 partner 係邊位先啊？就係石小姐。我呢位咧，我哋已經改咗名叫李多多，李小姐。佢話個名夠氣勢贏硬啊！係。哇！喺我隔離呢位有楊生，俾多啲掌聲我哋啦！哇 ！OK，let's start， 快啲咯喎！好啦，我哋準備開始嗰陣時，請司徒法正師傅同埋山道士小姐 Q 你先正式開始，好唔好？好。準備現場觀眾添 ，OK，let's start。3、2、1，好，可以開始啦！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哇！定啲，保持鎮定就得㗎啦嚇。小心，阿 Pana 幫下佢先。震一震佢真係震喎。好似難度高咗啲嘅係咪？好似有啲難度啊呢個。你細個都話好叻玩。呢個 tennis 咁樣啫嘛係嘛？係啊，好容易啫。咦？司徒有冇玩過司徒法正？有冇玩？好，定啲嚟，手保持鎮定就得。幫手打下氣啊！你覺得呢位小姐佢有冇機會咧？冇乜機會，冇乜機會。OK，完咗，好嘢，好多謝晒。係啦，30，好啦，分數係30，我哋大家記住。好，下一位，快啲，司徒同埋 Rita，可以。3、2、1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咦 ，OK 喎，有快有眼喎。唔怕，再嚟個。你講2蚊一陣嘅，梗係擾亂嘅。係啊，都亂㗎，係啊。你走光啊！走光啊！我呢度走咗出嚟啊！你個仔揾你啊！走光啊！你個仔話肚餓啊！ 3、2、1，好嘢！好犀利啦！個分數係咩嘢咧？64下，好嘢！好犀利啊！呢位小姐。3、2、1。好嘢喎！係咯，再接再嚟，好嚟。鎮定啊！哦，哇！哇，唔簡單。好，唔怕，唔使驚。係咁上下，因為個多都唔識教嘅。係啊，我一陣會幫佢爭翻啲分，放心啊。爭咗培訓喎，係咪？繼續，時間未夠啫。繼續。你唔好咁。3、2、1，好嘅，唔該晒。係。幾多下而家？25下嘅，好。25下。好，得啦。我都話啦，嗰個。可以行埋一邊，等阿多多嚟啊嚇。好啦，頭先嗰位小姐好似係25咋係嘛？係啦。25 very bad。交俾你啦，多多。好啦，呢個咧我諗都係咁上下啦。好啦，準備。好啦，3、2、1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
係仲打過人哋喎，仲流啲喎，仲流啲喎，哇哇！個口好大啊，真係晒啦！哇！係啊，你睇，呢啲叫真恨啊！表情露晒出嚟，呢班人，你睇下佢哋表情啊，你睇下，哇！咁樣傾傾下啲表情露晒出嚟，唉，對住啲威好，夠鐘，夠鐘啦，可唔可以報咯？哇19下，59啊，哇！我頭有啲頭暈。19啊 ，OK， 好，下一位，總共就74下嘅，兩個加埋。74下。